各位老友，下面講一下黑金鋪係點樣偷金嘅。你咪以為你隻手握10克，打完之後又係10克，咁就冇事啊。但係呢個過程中已經俾黑金鋪換咗你嘅金啦。因為你熔金嘅時候呢，係要將金放落一個碗裏面熔嘅。但係黑金鋪提前會喺呢個碗上面放咗銀啊、銅啊、鎳啊之類嘅金屬。你熔金嘅過程中呢，佢就會同啲金屬摻雜埋一齊。另外，就算你係醒目少少嘅，叫佢換一個新碗、乾淨啲嘅碗再嚟打都冇用。佢打金嘅錘仔裏面呢，其實都係有呢啲金屬嘅。打下打下，啲金屬就會跌落去，一樣可以偷你嘅金。另外呢，佢仲可以用黃水嚟偷金，因為你打完金之後要泡水降溫嘅，幫呢啲金。呢個過程中呢，黑金鋪都係可以偷你嘅金嘅，用黃水浸一浸呢啲金就會稀釋噶啦。整個過程打出嚟之後呢，你稱重雖然係10克，但係佢個純度已經係變咗噶啦。可能本嚟就係999千足神金嘅，打完之後就變成990金啦，含金量直接少咗10%。呢個就係黑金鋪嘅套路啦。下面同大家講一下點樣可以應對。第一，加工前呢，你要謹慎選擇商家啦，揀一啲有資質嘅大嘅店去打金。第二呢，記好黃金嘅信息，記錄好你係999千足神金嘅幾多克數。第三呢，就係現場監督，雖然佢係可以喺你眼皮底子下面偷金，但係你睇住佢嚟加工，咁樣佢都冇咁明目張膽嘅。第五呢，就係打完金一定要用專業嘅儀器測試。因為每一個打金場佢都有一個測金儀嘅，打完金之後你要叫佢用測金儀幫你測一測你打黃金嘅純度。最後呢，提前同商家簽好合同，同佢講好你呢個金係999千足神金嘅，重量係幾多，咁樣出咗問題都唔會口同鼻拗啊嘛。好啦，今期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啦。